假扮天子之人，必须要地勇相助，才能有开还兵，使皇上安然出行。看来，只有在我杨家厝的内面选出一个人。这个人选，就是我杨元昭最适当大胆。业主啊，切做救家。害你病危，唔听母亲你的教训，阮兄弟仔会知惊。刘将军，什么代志？老将军有令检调淡水、李洞两将孙城，命杨家将送水等遗书。阿爹，听众兄弟伫咧讲阿爹你有办法，通好救皇上脱离回京，不知阿爹有甚么办法？你呀！最英明，皇上来五台山游万步天，辽北的干事一定会认得伊。你面貌甲皇上相差太远，最英明。阿爹，哈利甘愿假扮做皇上来去。最英明，你性情懦弱，
无需无求不安，万一人露出破绽，互相落在牢帮之手，迄当阵要怎样？阿爹，害你甲你去，叫阿爹答应。你到互相去相差3岁，太年轻，太年轻阿爹，我来去，海年的年会一定满片会得过。阿爹，孩儿的年会隔3day有2回，应该由孩儿前去才对啊。言定言讲，恁两个人有忠心有胆量，也毋过可惜，恁两个面貌相差太济，袂用，袂用。阿爹。在家中，爹，忠心的生命，救生主，千古的英名嘛，来重复。阿爹，海里兵民，做这梦，阮兄弟搁代替风中，无看无看，我可前后，小兵四号，我真有我咯。你袂回去？阿爹，带去的是我。阿爹，莫搁争论哦。救皇上应该由我来去最适合的。爹，请赐将令给我。阿爹，我来去。阿爹应该爱互我去。阿爹，阿爹，爱我来去啊！你来去。爹，一定爱我来去。阿爹，我来去。互我啦！大车。阿爹，延平，你都袂爱去。阿爹，我孩子来去。袂用的，大哥，你袂使去，你身重最伤。不要紧，阿爹，孩子的面貌已风霜真干，而且孩子已经身受重伤，也不救真chết，再未死真正，会当为朝廷尽忠，孩子就是死也命无噶。延平，不用你，不用你，差点答应。延平，出事！阿爹，你也是唔答应，还是甘愿自尽？